介绍，欢迎大家收看《福气来了》，我是 Rita 林牛天，一开场送本大家两首歌曲，有感觉心情都好么？今晡日 Rita 带领我介绍风景来到大家见面，和特别邀請到台灣最強嘅韓國用心推廣介了手風景研究嘅，同時佢咪創立嘅工作室，記得要讓落台世界下睇下行到嘅，今日 Rita 加入記得嗬，台北手風景樂團實際嘅歡迎團長蔡偉進老師 Vincent。大家好，我叫蔡偉進 Vincent，很高興來到這裡。接下來呢，來介紹了係我主動向前動沙皮了解先生了解姐姐王月玲先生，歡迎。大家好，我係來新竹嘅黃月玲，當歡喜今日來到呢度哇！掌聲鼓勵，歡迎歡迎！今晡日小動歡喜，因為 Rita 平常時第三個台後生樂團來手風景，今晡日第一排我們有一個三重奏。感謝先生幫我了機會啊！哈，我想今日大家看到手風琴係咪當好奇？可能因為看小朋友的小朋友就樂隊嘛，然後再大一點手風琴的演奏，其實對台灣來講，我覺得台灣並不常看到手風琴的大型的展演，但是我真的要非常感謝 Vincent 老師，因為呢，你是台灣第一個跳出來又辦活動又創立公司的人，對不對？不敢說第一個，就是現在很努力在做這件事情，因為希望好好推廣。你係大家想到手風琴，然後就會想到你，所以我想今日一開場先讓大家介紹手風琴兩樂器好嘞。請老師跟我們介紹一下，其實手風琴它有不同的大小尺寸，有不同的形式，所謂鍵盤啊、按鈕啊等等。對，首先我們看到我們剛剛三重奏我們演奏的3個樂器有2種形式。那首先就是 Rita 身上這一台是大家比較常見到的哦，也是在台灣最常見到一種手風琴，就是所謂的鍵盤手風琴哦，就是它的右手呢是跟鋼琴式的鍵盤是一樣的。那我跟月玲呢身上背的這種我們叫做按鈕式手風琴啊，所以就是說它的右手並沒有鍵盤，它是按鈕，由按鈕來組成音階。然後，但是我們3台樂器呢，左手都是由貝斯組成啊，有大就是有不同的規格，有從8個貝斯到120個貝斯都有。那我們剛好3個，這個是80個貝斯，我的是96，那 Rita 的是72。不同的，所以剛剛老師你說的這個貝斯，就是我們這個按鈕，它是可以伴奏的。對，所以一樣，就是我們的右手這個部分呢，無論是 keyboard 還是這些按鈕，是負責主要是演奏主旋律。然後左手這邊的貝斯呢，它是主要是演奏低音跟和弦，然後可以做一些比較節奏性的這樣子的一個伴奏。所以這樣聽起來，其實要拱輕一球，我覺得跟鋼琴蠻像，都是左右手，然後左右腦。所以人家說讓孩子學樂器，拱輕動喉，又要開發你左右腦，手腳並用。其實我覺得手風琴有異曲同工之妙。沒錯，沒錯。然後而且它更辛苦，因為它要背着，其實蠻重的。對對對。那老師剛剛這樣講到，這是我們2種形式嘛？是。其實你今天還帶來一個，這根本就是古董了，對不對？對。好，讓大家用看的一下。這個是。這個樂器叫做 bandoneon。那其實手風琴這個樂器發明到現在呢，大約是200年左右。那它的形式跟種類還有規格，大概有上百種，甚至上千種。那我們現在現場看到的呢，其實是比較常見的3種吧，稍微常見一點。我們這3種是比較相對來說常見的3種。那就是最常見的，應該就是普及最廣的。這個 keyboard 是鍵盤 piano accordion， 然後再來可能就是我們這種 button accordion 啊，那這種呢叫做 bandoneon。那一般來說，它會在某一種非常熱情的音樂裡面聽到，就是比如說 flamingo、tango 裡面常常就會聽到這個樂器啊，因為它其實它原本是德國發明的樂器哦，然後也在德國生產製作，只是他因為大量的這些移民啊，到了阿根廷，南美洲的阿根廷，然後在當地的探戈音樂的樂手發現了這個樂器，覺得它實在太適合 Tango 的音樂了，所以把它融入到 Tango 之中，Tango 音樂之中，所以他後來反而從一個德國的樂器，原本是演奏可能是民謠啊等等的，後來變成到了演奏
阿根廷 Tango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器，所以它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。哦，而且有2个移动 TP， 因为 Bandoneon 他在Bandoneon 在演奏的时候，他还用的勾红，他是放在脚上，然后这样子拉。是的。然后我是觉得他很不容易，因为你要边拉啊，然后边按钮啊。我曾经在演出的时候，就有小朋友很好奇说，哎，我会拉开的这个是什么呢？而且你会听到好像有风的声音，所以它叫手风琴。对，其实这个乐器的名称哦，由来就是它这个是外来的嘛，因为这是欧洲发明的乐器嘛。那手风琴是我们把它做一个意义上的翻译啊，因为翻译有音译跟意义嘛，那它这个是属于意义，就是用手弹，然后有风，然后的一个琴一个乐器这样。但是其实呢，手风像这个乐器呢，我们手风琴如果要再翻回英文的话，它就不一定是同一个单字啊，因为像是我们最常见的手风琴的英文可能叫做 accordion， 对不对？那它其实是源自德文的 accordion， 也是类似的发音 AKKORDEON， 所以是 accordion 这样子的一个乐器。那这个乐器呢，它是叫 bandoneon， 所以它跟 accordion 完全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中文还是把它翻译成班多纽手风琴。还是有手风琴啊，不能抬高对，不然大家不知道是什么。然后我们这个乐器呢，其实在有一些国家、有一些地区啊，它会称为它巴扬，因为它是按钮。当然，它比较正确的称呼可以说是 chromatic button accordion， 所以是半音阶按钮式手风琴。所以它的按钮都是半音，没错，所以就像钢琴的原理一样。对，其实是一样的原理哦。那就是给大家示范一下，如果它半音的演奏法是像这样哦，就是说每一颗钮都是代表一个音，然后但是它会有重复的音，那3个一组成一个半音。所以这样是一个8度。对，所以其实跟钢琴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说它比较不一样的是说它有重复的音，譬如说这个是 C 哆，但是它有2个位置。这个是哆，这也是哆。为什么要这样设计？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子设计的话，我们在移调上比较方便。就是说我这样，我可以，假如说这是一个 major chord， 就是大3和弦，那往上平移也是一个 major， 再往上也是一个 major， 所以我用到第4排，它是你相对来这样子弹来说，这样弹会更好弹。同样的这个指型。方便它的指法。对，其实大家如果有学过，譬如说吉他这个乐器，或是甚至乌克丽丽，就可以比较容易想象，就是说吉他演奏的时候，不是有些会夹那个移调夹吗？那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完全一样的指法跟指型去演奏同样的歌，但是不同的 key、不同的调性，所以我们就这个原理就跟这个很像，跟吉他夹移调夹很像。了解嘞，刚好在谈魏晋老师在分享的时间，开始讲哇，其实中乐器佢嘅发明到佢嘅规则设计都是很有创意的，甚至是奉品 any 的使用，让我们可以很方便演奏。因为手风琴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乐器，200年嘛，相对来说佢係核心的乐器嘛。不过演奏的时间又动到的气嘛，我是在强调灵性上了哈。他是我们的老师，对不对？对 ，Vincent 是我们的老师。刚刚自己来学的时间，你觉得最困难係乜嘅？展开时，其他钢琴冇讲琴係當找順序啊咁嘛哈，那是好嘅種。完全冇錯，完全冇錯，種小係小輕愛的為好一種嘅。跟住係結合賴風箱，這個叫風箱嘛，讓風進去，震動裡面的簧片，對不對？閃閃上映，然後又要按這個和弦。展開時取到又困難。該怎麼買來好？我們展開時我其實係幫我買嘢，雙胞男買嘢，係因為要從細時學音樂。體育上講，讀大學嘅也好方便。真勁哦，蠻可以用心良苦呢。結果變成你自己在彈咯。因為佢哋好，對啊，和學歷就是比較壓力啦，壓力咧係啊。咁我聽魏晉老師嘛，呢段時間要出去演出嘅東學校。哇，所以你哋演奏的時間，我覺得這是一種心情為驚嘆驚好吼。等下道長來繼續介紹手風琴有相關韓國彈兩解欣賞來演奏哦。
家真哦，歡喜來咧！Rita 今晡日喺節目當中，家開創送本大家小風前來演奏4年歌，3年下來繼續邀請2位先生，記得係台北小風琴樂團嘅先生來分享到底用小風琴來組團，還有大量按到嘅演奏家，強下來做表演，有乜嘅冇容易嘅地方？再次來分享2位先生 ，Hi Vincent， 葉林先生好。Annie 剛才頭前我們有一起合奏嘛，我就覺得手風琴不同的音色、不同的手風琴形式一起合奏，它的聲響效果太棒了，都豐富。其實獨奏就很豐富，重奏啊、合奏或者整個樂團，我知道李行一都有動到改團員嘛哈。請問你們台北手風琴樂團的所有團員大概有幾個人？我們現在大概有12到15個人。那每一場演出都是這麼多人會一起去嗎？差不多，就是如果合奏的話，因為大家知道手風琴樂團，我們可能在台灣也會有見過，就是通常是在國小有一個那個樂隊的組叫做兒童樂隊，那早一點是叫節奏樂隊啦，那現在都改成兒童樂隊。那我們知道兒童樂隊，它其實每一年都還有這個全國學生音樂比賽，在國小組都還會去參賽的。那裡面呢都會有手風琴，然後但是同樣的也會加一些其他樂器啊，鋼琴，還有打擊樂等等。那我們看到那時候小朋友就會帶手風琴去上台，不過那個手風琴呢跟我小時候拉的是一樣，是屬於是合奏用的手風琴。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，就是說那種手風琴是像 Rita 的樂器一樣，右手是鍵盤。但是它左手是沒有貝斯的，就是沒有這個小按鈕，對，然後也沒有其他的這個變音器啊等等的結構造，那它就是完全是只有鍵盤的部分，然後它分成4個聲部，然後去做就是從高嘛 soprano、alto、tenor 到 bass 這樣4個聲部去演奏。那其實我們現在演奏的現場看到的都是屬於獨奏型手風琴，就是我們一個人就可以演奏完整的樂曲了。那在我們現在的台北手風琴樂團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演奏獨奏手風琴，所以在分部的時候，我們不一定是說第一部一定是最高音，第2部是次高，然後再來第4部是最低，就不一定。那你們怎麼樣來分部？因為我們看譜的習慣，比如說第1部通常我們寫在上面，可能是它都是最高音嘛。所以手風琴它特殊之處呢，就是我們有變音器，所以你看我現在這個樂器可以彈這麼高的音。可以彈到這麼高的音，但在同一個位置呢，我也可以把它改變成這麼低的，這麼高，這麼低的音，所以它是可以借由變音器去改變它的音高以及音色的一個樂器。所以你的意思在講，當我們看到手風琴譜的時候，比如說我就是看第一行，那我就是在那邊，但是我不一定是最高音。對，那我會跟着旋律一起變化。會有變音器的記號。對，在樂器上面。相當好高哎，那這個 Vincent 老師帶團好玩嗎？很好玩啊，就是說我們其實現在是因為疫情的關係，我們可能演出會稍微少一點哦。但是其實之前我們幾乎每一年都帶團員出國去交流。去演出等等的，那我們其實從2016年到現在去過香港啊，去過日本2次哦，然後去過法國，這些地方，然後去交流去演出。哇，該葉林先生有聽過嗎？出關有聽過嗎？我都係聽緊下都以前。對，可能明年也後年了哈。所以談論都好高。那請問辛苦嗎？會辛苦嗎？其實還好啦，因為自己很喜歡，所以其實，而且我覺得也是一種嘗試。因為在台灣好像比較少這樣子的一個樂團。然後所以說，甚至不要說台灣好了，其實全世界都比較少這樣子的樂團，所以。說要找現成的譜，有時候不是那麼容易找，當然還是有，但是如果說你要特定的歌曲，譬如說我想要把台灣台灣的民謠，譬如說剛剛那個失戀歌，然後或是望春風等等這樣的曲目，我想要把它改編成手風琴樂團的話，那我們就必須要自己改編。所以就是你要改編嘛？對，你自己搞那些啊。然後我們手風琴的譜又跟一般的譜會有一些不一樣。因為我們會要有記號來表示我們左手這些我們俗稱 bass 的按鈕，
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一般在乐团上面我会分成5个声部啊，就是1、2、3、4，然后可能是1大部分负责主旋律，也会负责和声；2也会负责主旋律跟和声。那3可能主要负责中音部的和声。那4可能是他要2只手都要演奏，他要弹左手还要弹右手，主要负责比较偏节奏。那5就是手风琴的 double， 就是有点像 double bass 的角色，就是负责大贝斯最低的声部这样子。哇，所以真的很简单哈。好奇了，如果有人说我动手还好，我大概好好认真学多久，我可以站上舞台？我们一般来说培训大概都是半年到1年吧。对，至少，但可能有一些如果有音乐基础的，他可能会比较快。对啊。然后小朋友来说，其实小朋友学得很快。大部分的小朋友他其实学习能力很强嘛，他学习得很快。然后一般成人的话是建议至少要有6个月到1年的基础。如果安算了，我觉得这样也算是没有很长的时间就可以站上舞台，把人家手风琴那一份台给看。对，因为主要合奏的部分，刚刚讲5个声部，只有第4声部是要2只手，那1、2、3跟5先单手就好。事实上意思哦，他在吸引大家给大家下台卡，没有很难，分享来搞，用搞的哈。但是我听说动好搞，因为呢，热林先生很爱新竹嘅乡亲，佢特别练团时从新竹凑差到台北练团样转去，这个是你们1个月练几次？2禮拜一度，2禮拜一度，因為2禮拜是按摩天哦。按好教哦，好教，用乜嘢？先生嘛都會教啦，都會教係，還有團員咧都大家想係啊，當課咯，係啊，個要想當學堂。你學幾多年呢？其實我講開是每月校園之後，我係後輩，每月咧咁樣學，你2年，當然校園之來講嘅後輩兩校園之係。哦，很好哦，2年時就喺鬧台市鄉下組團。先生幫我都機會，我同我都係啊出去。慢來去表演，你所講表演真緊增加你嘅自信，還有增加舞台嘅經驗。咁咁要乜嘅？去到當難忘表演嘅安樣嘅場合，嚟講難忘嘅記憶。其實特別是當難忘啦，因為當好搞係啊，因為先生土嘅地方啊，全部窮人啊，機會是當係啊。感覺是不一樣。係你扮演出過聽潮嘅時候，很難生氣，很難新鮮。剛才講到 Vincent 先生啊，在這麼多演出，因為你從接觸手風琴到現在多久的時間了？一開始其實是可能跟 Rita 一樣是小學嘛，這個國小的時候，但是國小畢業之後並沒有再繼續彈這個樂器，比較可惜啦。因為在台灣也是有這個問題，就是說你從小在國小學了是合奏用的手風琴，那你畢業了，你就很難再去找到其他的。因為我們那個時候也沒有很多人唱，我們就彈鋼琴啊。對，大一點可能彈吉他。所以我是大概大學的時候，我才繼續在玩這個樂器，再去進修這個樂器。然後後來才發現，那時候也不知道有按鈕式的，就是一直以為台灣好像比較多，就是看到這個。所以我後來鋼琴式的，發現了有這種按鈕式的，然後有去找老師學，就是到奧地利。就特別找老師去學這個按鈕式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技巧啊，等等一些曲目啊，這樣子，那就希望把這樣子的不同類型的手風琴，在台灣持續推廣。那就是希望，因為在國外看到很多手風琴的演出，還有一些活動啊等等，就希望把這個東西引進台灣。因為其實我做了一些資料啊，發現其實台灣早期的歌曲，還有早期的這樣子的一個，甚至我們可以說那卡西的文化，其實裡面都有手風琴，所以其實在早期我們的台灣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樂器存在，但是它中間可能有人說是因為電吉他或是卡拉 OK 機是電子式的樂器，電子琴等等，讓手風琴消失了一陣子，所以希望讓這個樂器呢能夠再次被就是觀眾在聽到這樣。其實手風琴那樂器，它的音色，它整個聲響，它演奏起來，它是很民謠的，或者它是很有特色的。動入家鄉味，我用家鄉味來形容哈，它就是非常有國民樂派的色彩。不僅彈到以後，
就是很贴近、很入心嘛，就是没有距离感。所以该你走安都会认出来，其实接触来起码有10年了嘛，对不对？超过。那有没有你觉得最难忘、最特别的演出经验？哦，就是我们大前年了哦，就是我跟我们有另外一个乐团，就是叫放风筝乐团。我跟一个古筝演奏家叫许曼璇老师，那我们2个组成的2重奏。那我们就受邀去法国演出，然后他邀请我，因为可能那古筝是在法国来说算是比较稀有的乐器，他们应该从来没有听过古筝跟手风琴，对于他们说很常见，在法国来说，那古筝却是很稀有，几乎没见过。那我们就本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组合，然后就是安排了一些曲目新的编曲，然后就到法国的一个小镇。那个小镇它生产手风琴，也就是生产我这一台手风琴的一个小镇，叫蒂勒，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镇。然后我们就到这个小镇的，他们已经持续了32年的，算是一个蛮历史悠久的一个手风琴音乐节上面演出。那我们演出了一些台湾经典的民谣，还有我们自己的曲子，这样子。哇，大家已经欢声雷动。对，大家都还蛮喜欢的。哇，都特别的，而且我们透过音乐做得喊出世界各地，喊到世界各地，然后推翻本世界堂道咧系当这样嘅事情。等下到陣咧，希望在個堂道兩個先生嘅分享，韓國記得嘅認證喎，聊一下繼續到陣咧復習來咧。大家真到復習來嚟，今日嘅節目當中，來到嘅來賓係台灣嘅非常用心推廣手風琴嘅台北手風琴樂團嘅團長 Vincent 蔡維靜老師，韓國嘅團員王葉玲先生，2個人嚟來到節目當中，好好同大家分享。我想今日嘅剛剛維靜老師啊 Vincent 老師超用心講解哈，真感動人間，你認識了手風琴很難唱哈，你咪想係很難認識你的。那 Rita 就來快問快答，你快問快答係講生氣哦，莫緊張。來，請問呢，係講你彈手風琴嘅時節，彈手風琴有什麼怪癖？會半夜拉琴。哈？那你家的隔音是不是要很好？還可以。哦，半夜會拉琴。或是我們工作室在地下室就聽不到。你就會半夜的時候在工作室拉手風琴。對，就感覺半夜的時候練習比較有效果。哦，很多人說這個藝術家都是這樣的，我可用。該葉玲先生呢？你彈手風琴的時候不怪癖，還是要放他的相片在旁邊？講開始後間我去到找人講。哦，找人講哦。因為講彈唔錯，我想用彈，可是我想講，佢係去到。哦，你想看這個手片係嗎？該緊咧，還有人找人講啦。其實感覺錯嘅是用彈上彈，那上彈架我去到緊拉會緊上拉，可是上我手動衝。所以呢，你手哈，等下彈琴那些，它是手感很重要的，它會有個記憶，肌肉的對。哦，所以anytime琴美細節是用熟悉的樂器，所以 Vincent 老師你就是這一台琴，我主要大概就是你主要在彈兩台，不同的琴它的可能間距啊手感都不一樣。對。哦，我買橋梁牆，我買2台，但係台是因為去到拉起嘅感覺冇橋梁，怪，冇順，係，所以我就後啲一台，該台去到係好冇順。好，大家好奇啦，係講上彈手風琴嘅，所以一脈呢是同意又中意哈。好，聽一聽，請問你們彈奏的時候最常出現什麼樣的表情？哦，我是閉眼睛吧。你就這樣來閉一下閉眼睛給大家。很多照片都是閉眼睛。這是享受的感覺係嗎？有時候就是我覺得像有時候就是會閉眼睛，就會比較專注在聽自己的音色怎麼樣。就是眼睛閉起來，耳朵就會比較靈敏，好像有這個感覺。我也不能翻緊超的哦，就是很專注這樣子。對。該葉玲先生咯。我係有傷口嘅，冇秘密啊，健談。我想係。該愛看幼兒，你得認真而是像鋼琴家，他們都會
很澎湃，非常 enjoy 这种熊学的表情。那你们弹的时候也会这样吗？坐着的话比较难啦，因为你看这个东西背在身上，钢琴家比较自由，它可以 free 比较 free 一点。所以跟线上讲到比较重点哈，从 Rita 底下认识的时间，我跟乐团我常常都是站着，Kid 其实真的是比较自如，那可能我行来行去，对，所以你站着演的时候，你就会非常丰富澎湃吗？对，经济蛮容易，真的就会这样吗？冇重要，跟建议大家拉手风琴要坐着弹还是站着弹？我们一般练习的时候还是以坐姿居多，那如果有时候演出的时候，难免会要站着哦。有时候像我有一个大师叫做 Richard Galliano， 他是法国的演奏家，他大部分的演出他都是站着。对，那站着呢，就是你可能要特别去训练自己的体力，因为一台手风琴的重量其实从7、8公斤到10多公斤都有那就是要训练自己的体力。那我们一般坐着练习，其实选对适合的椅子，它不会觉得重，可以练很久，好几个小时。那我们的椅子就是要选对适合的。那站着的话，就可能1个小时、半个小时就累了，那就要特别的去训练体力，或是说你要宽一点的背带，然后或是有一些类似那种减压带之类的。分散嘅压力，该叶林先生应用帮你训练嘅体力，因为你讲当初从一直到8点钟，你是错人哈？一开始我错完，你啊像好小时候3号的红戲，行咁講冇強用，因為我自己彈嘅時間，我全部抓8帶抓到位，我都會那個淤血，因為體重咧又超過10公斤，後我學到我係可能向先生買過啦，先生要貼片咧。我食落耳買，貼片8帶是唔買。好，我哋問最後一題哦，請問生活中你覺得最新鮮、最有成就感的事情？就是最近有錄音，就參與蠻多音樂家的錄音啊，然後最近也有寫一些自己的曲子，然後又把它錄起來。然後我們最近比較希望做的是，也是我籌備很久，蠻久的啊。然後就是說，希望發一個手風琴的那個教材。對，因為台灣有手風琴的教材我看都是民國70多年，民國70年的出版的。那我想整理一些比較新的曲目，還有經典的曲目，把它變成一本教材。那現在還在編。掌聲鼓勵，我先謝謝你，因為對你認真影響的好人來講，你教材都很重要，因為我們才會有一個好像脈絡，我們可以去練習去學習。係啊，葉林先生，你本自己係彈鋼琴，從細就彈鋼琴，從細彈，咁你學手風琴完全冇強用係嗎？冇強用，係，咁乜嘅事情本起到最有成就感。聽先生啊，是演出啦，像你咧排練啊，都嘛有啊，表演出去表演，係士林官邸嘅係，所以要當到嘅發通啊，哈，當到發通我去到有隻目標，我都你一段時間表演練埋東西，我都要先生揾到目標係。所以大家當通信誒，我剛才講到發通表演哈，我咪當好奇哦，最近有什麼活動係大家走在一塊可以去參與？就4月這個第2週到第3週的禮拜3，就是我們在高雄有一個高雄的手風琴樂器展，地點在高雄流行音樂中心2樓。那接下來5月呢，我們有一個線上的手風琴音樂節，我們這音樂節的名稱叫台灣與世界手風琴音樂節，因為剛好在5月6號是手風琴被發明，應該說被註冊，是在奧地利被註冊的。是在5月6號，所以這一天是它被定為世界手風琴節。所以在這一個週末，就5月7號這一天，我們會有一個線上的手風琴音樂會，我們會邀請台灣的手風琴演奏家，還有樂團，跟國外歐洲、歐美各地的手風琴的大師們。我們會做一個線上的音樂會，大家也可以在線上收看。哇，你很親自信啊！我們要怎麼找得到資訊？大家可以在Facebook 搜尋，你就打手風琴工作室，或是完整的叫做 Vincent's Accordion Studio， 比較長，但是打中文的
手风琴工作室就可以，那 Google 搜寻也可以搜寻得到。哇，欢迎大家走在呢度线上哈，去看世界各国哈，每一位演奏家嘅风格不同，跟乐器的动向，我觉得光是欣赏这样就是很棒了哈。在今天节目当中，刚刚我们就是听到我们一起合奏的而已，可不可以再继续为大家带来一首曲子，好吗？好，刘燕姐有没有改 Q 歌？我们带来一首，这是爱尔兰的经典的民谣，叫做《Danny Boy》丹尼男孩。好，来欣赏给大家演出的哦。掌声鼓励丹尼男孩，丹尼男孩，你系爱尔兰经典改民谣哦。所以底下认真而是些，大家有没有动后期？其实这个风箱的掌控啊，声音的掌控，它都很重要哎。所以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哈，走在那度手风琴工作室，两位不但讲，我们在一进去就看到很多的手风琴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学习，甚至是还讲自家用乐器，那边也有调音啊、保养的。而且我们在台北、在台中跟高雄都有工作室。其实还不都推广，对不对？就是希望跟大家分享。对对，就是希望，就是我刚刚讲，在台湾原本就有的声音，能够再次被大家再听见。哇，东好，咪希望所有的朋友今日談到了手風琴嘅聲音，知道當歡喜當好聽。歡迎大家有興趣多多嚟接觸到認識到。今日再次感謝兩位先生，Vincent 先生和葉林先生，希望咪祝福你哋發圖精彩順利。咪感謝所有的朋友今日嚟收看福喜來嚟，邀請大家等下繼續聽林先生嚟做認同哦，上來了。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，記得來你點讚、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，韓國愛分享出去哦，希望大家。